对日本来唱歌的娱乐，啊，这个 OK 是什么意思咧？来，也是讲摕咱迄落啊麦克的手势，我唔知咩啥，唱了真好 OK。还是亚麦苦？嘿，卡拉 OK，亚麦苦吗？敢是哦，亚麦克哦，有影吼，KTV 内底安尼，可以来吼，对可能哦。 A 吗 Music Q， ？Music Q 可以。什么 Q？ Music Q，即嘛叫音乐放落。老师 music 啊 OK 的意思啦，哦。所以恁的答案是 A， 啊，你感觉咧？伊无感觉，我感觉只有一万块的程度。真的吼，我感觉你记啦，嘿啦，个老手歌，就冷的咧，确定是 A 吼。 确定是确定哦。等到都未改哦。嘿啊，定输赢呢？确定毋是 B 吼？我确定我的答案是像那个 A。这个卡拉 OK 哦，这卡拉是日本话是空的意思啦，无的意思啦吼。啊，这 OK 就是对迄个 orchestra， 迄个音来啦。啊，迄个是一个乐团啦。哦。所以就是讲，迄个无人的乐团。就是讲咱即摆用即摆设备吼，甲放出来，啊，就是敢若有乐团咧演奏，啊，咱会当去唱歌呢。所以咧 orchestra 就是变做 OK 简称。